卫福部有设一个网站，只要这医师人员有牵涉性病的案件，嘛经过司法判决确定，民众就会当伫网络去查到。不过，医师工会专联会就表示，这甲医生的工作权、名声、有个资有关系。若是无法律的授权，恐惊就有违反宪法的疑虑。 最近国内医师人员涉嫌违反性病事件连环报，伫各界要求之下，卫福部承诺开会议。性病事件资讯专区伫8月中旬上线，民众会当上网查询，倒一款是性骚扰惯犯的医师。不过，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发声明表达无共意见甲立场，认为外界无适合用容易点卡的高度、大标头的称呼，而且无明确的法律授权，可能有危险疑虑。 如果今天我要让别的医师不能看诊的话，我是不是检举他对我性骚扰就好？那接下来就立刻被停止，确定调查无罪，那以后才在做事后的弥补。很多的名誉的一受损之后，要再弥补都是很困难的啦。 专联会表示，资讯专区设立标准要有法官机制甲判断的标准，平台也要设置消费适合机制。重大案件会当以一定的时间摕落来，较轻的人要搁较短期来移除，无适合永久保留。资讯公布要符合比例甲平等原则，落实性病三法。政府甲地方机关要积极面对性病事件，对已经公开案件要重新检讨，搁建立补救机制，除非有重大搁有具体事情，搁造成严重伤害。 那无适合采取停业还是撤销的处分。无论像是教师、律师都已经建立相关的揭露机制，更没有设定消灭时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。正因为他只要有职业，就有揭露的必要。如果在司法机关确定有这个判决，我们就会把它连接，又是医事人，我们就会把它连接上来。所以没有所谓的所谓什么期限的问题啦。 卫福部强调，依照法律的处罚甲矫正精神，本来就是希望处罚了后，当事人会当改变行为，袂搁犯错，当刑期结束，都毋是犯罪者。所以呼吁医界爱建立团体内部机制，强化法律观念，落实应该有的专业伦理，才会当建立专业尊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